予罗马信徒的批。罗马书第1章。我是基督耶稣的奴仆保罗，奉上帝选召做使徒，特派来传伊的福音。这个福音是上帝早前通过伊的众先知记伫圣经的应允。这个福音是在讲起伊的囝，咱的主耶稣基督。对人性来讲，伊是大伯的后代；对圣洁的神性来讲，上帝予伊对死人中国活，用大能力显明伊是上帝的囝。阮对伊得到恩赐做使徒，为着基督的名，要互万民信来顺叹，嘛包含恁遮的受选召归属耶稣基督的人。我写这张批予恁所有住伫罗马，上帝所听选召做伊信徒的人，愿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恁恩典甲平安。大声，我通过耶稣基督，为着恁众人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为恁的信德已经传遍全世界。我宣扬伊的囝的福音，用心灵得服侍的上帝，通甲我作证。我常常笑念恁，不时伫祈祷中恳求上帝照伊的好旨意，甲我开路，互我无久就会当顺利去恁遐。我真爱见恁，通甲恁分享属灵的恩赐，互恁坚强。就是我到恁中间的时，恁通过我的信仰，我通过恁的信仰，通互相得到鼓励。兄弟姊妹，我真爱恁知，我真侪遍计划要去恁遐，通甲伫其他外邦人的中间同款，嘛伫恁中间修成一寡果子。毋过到今也有阻挡。无论什么款人，开化也是未开化的，有智慧也是无智慧的，我拢欠因一切。所以我迫切盼望，嘛会当将福音传予恁伫罗马的人。我无看福音做见笑，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力，要拯救所有信的人，大先犹太人，后来外邦人。因为这个福音有启示上帝的义，这个义对头到尾拢是通过信来得到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义的人会对信来活。上帝对天顶发出生气，谴责所有不虔不义的人，因的不义阻挡人捌真理。因为上帝有对因显明伊本身，所以因应该对上帝有清楚的认识才对。对创世以来，肉眼看袂到迄个上帝的本性，就是伊永远的大能力甲神性，通过受造的面袂当清楚看见，所以因拢袂当提责任。因为因虽然捌上帝，也无尊重伊做上帝，嘛无甲伊感谢。因的思想反转变做空空，心思愚妄，充满黑暗。因自称聪明，其实愚妄。因无将阴光归乎未死灭的上帝，反转去拜未死灭的人，白鸟、禽兽、通拖顶的像。所以上帝出在因趁家己心内的欲望，去做无清气的代志，至到彼此糟蹋家己的身体。因用虚假退换上帝的真理，因敬拜服侍被造物，无敬拜迄位造物主，因才应该永远得到称赞。阿们。因为安尼，
上帝出在因放纵下流的肉欲，查某人甲查某人用反自然的性关系代替甲查甫人自然的关系。查甫人嘛同款放杀甲查某人自然的性关系，彼此欲火攻心。查甫人甲查甫人做见笑的代志，结果就受变态的行为该受的报应。既然因无真正认捌上帝，上帝就出在因的心思败坏，去做无应该做的代志。因充满逐款的不义、歹心、贪心、恶毒、满心怨妒、谋杀、斗争、奸诈、阴谋、讲卡者后话、诽谤、怨恨上帝、污慢上帝、骄傲、夸口、制造是非、忤逆父母、无明理、无守约、无情、无怜悯。因虽然知照上帝公义的判断，做这代志的人应该死，因毋若家己做，甚至嘛赞成别人安尼做。